呢啲歌你一定聽過。國際音樂頂流 Post Malone 將會首次嚟到馬來西亞，由 Live Nation Malaysia 以及 PR Worldwide 聯合主辦 MyFM 為媒體伙伴 Post Malone Presents The Big Stadium World Tour，將於9月27號震撼 TM Stadium National Bukit Jalil。快啲上到 www.golive-asia 購票啦！最多最紅最大牌嘅演唱會都喺最好玩嘅 MyFM。慘啊！我傷風啊！傷風、鼻塞、流鼻水。快啲食 Curix 600傷風膠囊啊 ！Curix 係喎，你識啲咩啊？佢用珍貴天然草藥成分，幫你緩解傷風、流鼻水同鼻塞。講真啊 ，Curix 600傷風膠囊，屋企又好，出街都好，隨時隨地可以照顧你嘅健康。星期1至5下晝4點到8點，記得收聽由 Curix 呈現嘅 MyFM 行路有風，有我 Jack 葉兆明同埋我袁吳嘉嘉，無懼風雨，只怕傷風，陪你一齊放工聽歌，吹吹水。此廣告已獲得醫藥廣告局批准。佢哋用最輕鬆嘅旋律、最新嘅歌詞，唱出好多人說不出嘅情緒。憑 I Love You So Bad 同 Malibu Nights 等熱門歌曲而走紅。佢哋係美國獨立流行樂隊 Lainey。事隔2年，佢哋將再次嚟到馬來西亞。MyFM 為合作伙伴 Live Nation Malaysia 同埋 PR Worldwide 共同主辦 Lainey Soft World Tour in Kuala Lumpur，將於11月1號喺 Unify Arena Kuala Lumpur 深情開唱。快啲上到 www.golive-asia.com